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建築及土木工程行業積極運用數碼科技。城大嘅 ACE 近年喺課程中加入數碼科技元素，提升畢業生嘅競爭力。我哋一齊了解下。劉教授你好 ，David Sir 你好。城大嘅 ACE 課程咧，點樣帶領學生咧走入建築數碼化嘅年代啊？我哋城大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 ACE 作為學界建築數碼化嘅先導者，喺教育同埋研究等等嘅領域當中，亦都率先加入咗建築數碼化嘅元素，包括建築信息模型 BIM、人工智能、智能控制等等嘅知識。ACE 亦都設有建設信息及智慧城市群集，英文叫做 Build Informatics and Smart Cities Cluster， 以推動建築數字化同埋促進可持續智慧城市嘅發展。此外，我哋嘅課程亦都為學生介紹建築數碼化前沿嘅研究，啟發學生探索數碼化知識同埋勇於創新，喺研究方面可以有所得着，以推動我哋香港建造業數碼化，為業界培養多元、才智兼備嘅人才。近年政府發展多個大型嘅基建項目，出現搶人才嘅情況。咁 ACE 嘅畢業生有啲咩嘅優勢？佢哋嘅出路又係點㗎？我哋 ACE 嘅畢業生喺多方面都有優勢，因為我哋嘅課程設計係理論同埋實踐並重嘅。學系嘅跨學科培訓，令到同學可以學到建築設計以外嘅其他細節。例如建築條例裏邊包括建築面積、消防安全等等，我哋 ACE 亦都提供好多實習嘅機會，亦都安排好多海外交流俾我哋嘅同學，令到同學可以具備國際視野以及有紮實基礎嘅知識，令到佢哋畢業咗之後有廣闊嘅發展空間。隨住政府積極咁推動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各個行業都帶嚟咗好多新嘅機遇，特別係土木工程、建築工程、測量同埋建築等等嘅專業都需要新血嘅加入。ACE 嘅畢業生可以根據佢哋唔同嘅專業方向去發展。工程技術方面嘅畢業生可以喺工程顧問公司或者係承建商擔任結構工程師、屋宇設備工程師、BIM 工程師、岩土工程師或者交通工程師。而城市規劃同埋建築方面嘅畢業生可以到建築師事務所成為建築師。項目管理方面，畢業生亦都可以去到工程顧問公司或者係承建商從事項目統籌嘅工作。最後，測量方面嘅畢業生亦都有廣泛嘅發展路徑嘅噃。佢哋除咗可以擔任測量師之外，亦都可以喺投資銀行或者金融機構從事金融相關嘅工作。聽你咁講，佢哋嘅出路真係好唔錯喎。好多謝晒劉教授嘅分享。多謝你 ，David Sir。